今天收到屯門的一位車友給閘門發來了快遞，閘門內拆開，這位車友今天是發來了一把老款的奧迪汽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升級改裝為新款的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，給他升級鑰匙的外觀、升級功能。然後他這個鑰匙的按鍵也是有點不正常，閘門測試頻率是正常的。接下來再把鑰匙的外殼拆開，就可以拆開外殼，取出鑰匙的主板芯片，然後就可以拿出主板來進行升級改裝，給它升級外觀、升級功能。主板現在放到工作台上，接上準備好的路線，整個焊接的過程也是一個無損焊接的。以後如果你想要改回去，想要恢復，也是可以自己恢復的。線路焊接好了，再拿出閘門車友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擺放好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看一下效果，一把全新的奧迪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選配了經典銀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。升級好的鑰匙不單單升級外觀，還會升級新的功能。有升級，靠近車會感應自動解鎖，離開車也會感應熄車門、自動鎖車，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注車主電話、鎖車升窗等等這些功能。老鑰匙沒有的功能，升級完就可以直接用。現在鑰匙升級好了，閘門重新檢測一下信號，拿出測試儀來測試，所有信號正常沒有問題，就可以給車友發回去使用了。